新北市一位陈小姐2年前注第一剂莫德纳疫苗，了后开始落头毛，规个头毛落了，向新北市卫生局申请救济金，经过2年，是发予伊救济金3万块。陈小姐是目屎4淋水，讲干那假头毛就买40顶，开得要2万块，再加上医药费，这3万块根本就无够。卫福部是讲，民众若不服，会当提起诉愿，重新来审理。 现在这是刚剃完，有长出一点点，可是都是白色的。假头毛剃落来流汗流口，陈小姐的目屎全淋落来。他们说可能就是我压力大，我不太相信压力大会到我全身都掉毛发都掉光，我不相信有这种事情。头毛全部落了，陈小姐认为，这是因为2年前注第一剂莫德纳疫苗，当时注1个月了后就开始落头毛，无到2个月，头毛全部落了。 叫医生看嘛，找袂出原因，一直到转来大病院，医生表示可能是疫苗的问题。后来问新北市卫生局申请救济金，一直无消息。过了2冬，今年8月，国家审计医疗三级促进会总算甲讲，陈小姐会当领3万块的救济金。你发那么少，我觉得这是在侮辱我。我觉得今天就算我不拿个3万块钱。 我也觉得没有关系，因为这2年，陈小姐买40顶的假头毛，小个1顶500块，算算的就得要2万。因为逐工拢爱伫每2礼拜都爱换假头毛，再加上2、3千块的医疗费，3万根本无够。水当当的长头毛全部落了，经过2冬发出来，阁是3不顶的白头毛，互伊无法度接受。通常都会至少给2个以上的一个委员来做审查。如果说民众觉得不足的话，也可以手术院的一个这个途径来做处理。虽然讲3万的救济金会当加减补贴，不过陈小姐的自信已经严重受到打击。 后续就会提起诉愿，敢若希望诉愿的结果会当牢牢安大伊心内的痛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